Emily 啊，真係俾你講中咗，我可能玩電話玩得太多，而家輪到手臂啦、手腕都痛，點算好啊？ Phoebe 啊，咁真係唔好打咁多手機啦。咁因為打得手機多咧，嗰個手腕啊，所有嘅地方你都會好疲勞㗎。咁不如我安排按摩師同你舒緩一下好冇？嗱，咁同之前一樣啦，先沖個涼，咁然後再瞓岩盤浴，咁啊令到佢舒緩咗先，咁然後再揾按摩師幫你去舒緩你需要嘅部位，好冇？好，我最中意按摩㗎啦。Emily 啊，我按摩完真係好咗好多啊，不過我覺得隻手有少少痛。咁不如你試埋針灸啊？針灸我聽得多時，就真係未試過，會唔會好痛㗎？首先講翻咧，針灸係唔會痛嘅，咁同埋佢嘅成效都好大，咁亦都係絕對係安全嘅，亦都冇副作用，咁係適合咧大部分人使用㗎。針灸可以刺激人體穴位，疏通經絡，令到血氣運行更加暢通，從而調整臟腑嘅功能，維持體內陰陽平衡，達到治療嘅目的嘅。咁而拔針之後咧，會出現酸麻脹微痛嘅感覺，係正常嘅現象嚟㗎。呢啲咧稱之為得氣，咁代表咧針咧係刺中咗穴位，有效咁去改變經脈嘅氣血流動。有時可能咧呢個現象會持續幾個鐘頭㗎，不過唔使擔心嘅。原來係咁，咁我針得幾次就可以繼續玩手機咧。